因为最重要的，我们提出的就是第一，香港特首必须停止大手部，停止提告每一个香港人。第二，其实我们也清楚知道，香港最终要求的是一个民主的选举。香港的立法会议员跟香港的特首应该是让香港人选出来。在过去2个多月里面，有1200人被抓，有超过100人被提告，包括我在内，我们完全感受到香港怎样变成一个白色恐怖跟一个警察全面控制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最终要求的，就是现在已经不是普法条例的问题，也不是反不反送中的问题，而是香港人有没有钻研，香港人有没有能力可以选自己的特首，选自己的议员，去确定我们香港自己的未来。你会觉得他现在撤回的这样子的消息传出来，是不是有意好像是要在10月1号之前有出去的让步？10月1号之前的周末，我相信世界不同的地方，不管是在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甚至是台湾，也应该要有抗议活动，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选举的制度。所以我相信，其实现在香港政府说要撤回，只是希望让10月1号之前的抗议活动能够停下来。但现在香港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香港人当不了香港的主人，我们要自己确定自己的未来，这个才是我们其实是走上街头去坚持我们示威活动，坚持我们抗争的原因。就会觉得说这5个诉求缺一不可。很清楚，就是5大诉求缺一不可。就算政府撤回土法条例，我们也要求政府撤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警察暴力，停止拘捕还有检控示威者，还有不要再把我们的抗议活动定性为暴动。最重要的事情，这是香港人要选自己的特首，特首不应该再次成为北京的操控的人。刚刚在里面跟蔡江局长有提到说，希望这个支持修订的难民法。任何的政策法规措施能够帮助来到台湾的香港人，我们觉得也是有正面的影响，也是有正面的帮助。但现在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在10月1号，当香港政府同一时间说要撤回土法条例，同一时间却说要考虑动用这个紧急法，把香港带回这个好像以前台湾戒严的时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台湾社会能够支持香港。比如说，我相信1万个台湾人在台湾去支持香港，其实那个影响力跟北京政府的压力，比起1万个人在泰国在泰国支持香港人，其实那个影响力更大。因为不管香港跟台湾也是面对北京的压迫，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其实民间公民社会也会去举办这个10月1号之前周末的抗议活动。在此也跟大家说明，因为我看到一些媒体说我自己在台湾发起抗议活动，但实质上我自己也期望相信，这样会有民间公民社会去发起，然后不同的朋友来自不同界别去支持香港人，争取我们香港民主的选举。那你怎么看待蔡总统说台湾部分是支持但是不介入？任何的国家或是城市，其实面对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们也希望有其他国家的支持，也有其他国际上的朋友去替我们打气，还有有不同的帮忙。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象，也没有觉得台湾要介入香港的抗议活动，但对于香港表达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这次是非常感谢蔡副院长的邀请，可以跟不同民进党的立委有交流，特别是讨论到香港抗议活动的情况。而且我也觉得昨天陆委会发声明说，他们未来会强化这个港澳条例之下对香港人来了台湾之后的帮助。我觉得有一些更具体的措施跟政策，对香港人来说是应该有正面的帮助。